主后2022年12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家是咱的爱殿堂。圣经，咱来听读诗篇128篇到129篇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。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，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平安和平。诗篇129篇，以色列就讲：对我细汉的时，对你常常苦楚我；对我细汉的时，对你常常苦楚我。毋过因毋捌较赢我，勒残的人勒我的脚趾拼，勒过的痕迹真长。上主公义，伊有斩断歹人白烂的锁。愿所有怨恨锡安的人，拢受拍败见效。愿因亲像厝顶的草，还未大丛就打去。挂无归爬，下无归揽。过路的人，无人会讲：愿上主赐恁福气。愿奉上主的名，甲恁祝福。家是咱的爱殿堂。起初，上帝要互人甚物款的家庭生活？诗篇128篇的答案是：若亲像爱殿堂中美好生活。诗人指出，蒙福的人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意思是厝内的儿女一堆，生养众多，是规约中上帝对人的重要祝福。不过，囡仔济若无好好教，毋但家己伤心，也无好见证，所以还着爱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即句话是甚物意思？一般来讲，橄榄树开始结果子以后，通常会通连续收成40-50担，甚至超过100年拢无稀奇。所以，即句经文是指上帝创造甲救赎的家庭，亲像美好的果园，阁亲像人类还未坠落以前的爱殿园。人伫内面彼此相疼，互相接纳，阁肯有愿望。家庭要安怎成做这美好的爱殿园？诗人伫第1节指出，爱敬畏上主，遵行伊的命令。安怎行动才是敬畏上帝？第2节讲到双手拍拼，亲像亚当伫爱殿园里享受果子的赏识，也爱付出管理照顾的责任。咱若想要伫家庭内享受美好成果，也爱付出相当的努力。为家庭双手拍拼劳碌，除了维持日常所需要的，对基督徒来讲，也包括信仰的教导。就亲像《申命记》第6章第49、第90节所讲，除了尽心尽性尽力听上帝以外，也着用上帝的话教导儿女。所以，咱应当恳求上帝，互咱把握机会，伫厝内谈论福音甲信仰，
虽然这并无容易，毋过是会得到甜蜜的结果。有一位姊妹照顾罹患肝癌的先生几若年了后，家己也得着癌症。先生去世无偌久，后头厝的妈妈也过身去。当伊转去后头厝参加妈妈的告别式的时，厝内的姊妹劝伊讲：转来拜拜啦，信耶稣也无较好啊。伊应讲：是因为耶稣，我才会当支持到今仔日。伫遮尔苦的日子内面，我特别经历上帝话真实帮助我。原来这位姊妹是伫结婚以后才信主。在早，伊的大家将福音传予伊，予伊体会到主的恩典。大家过身几若年了后，这信仰继续帮助伊行过真侪艰苦的日子。大家在早对伊讲的话，照着圣神做工，到呾还留伫伊的心中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感觉伫上帝面前，这对大家新妇是毋是当点伫爱殿园呢？虽然对短暂的人生来讲，不一定每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拢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，总是咱相信，伫厝内分享信仰福音是通往上帝祝福的正确方向。当上帝时间一个到，咱要甲亲人伫新天新地新的爱殿园享受主所赐欢喜甲快乐。默想，家庭是上帝交托予咱管理的爱殿园，我伫厝内应该安怎生活？家庭是上帝交托予咱管理的爱殿园，我伫厝内应该安怎生活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做我家庭的主，予我伫家庭中有基督的样相，伫心思意念甲言行举止顶面，受到圣神的教导，充满主的疼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